5月伫后礼拜六有一场滨海摇滚的音乐节，今年规模更加盛大，邀请30外组的国内外人气乐团甲创作歌手轮流上台邀请甲表演。 台顶的歌手唱家己写的歌为活动热烈起鼓。举办第2届的滨海摇滚音乐节，要伫咧8月23和24，伫咧5彩上面奥莱特商场举办。今年请超过30组国内外的人气乐团和创作歌手来上台表演，预计会请超过2万人来这倒落热。一天1万人次，2天预计要达到2万人次，这是我们今年的目标。由台中市海线观光发展协会所主办的滨海摇滚音乐节，今年有店家和赞助商的支持，规模愈大。在地的购物中心消费，就可以利用这个消费的额度，换成入场听取演唱会的这样的一个票券哈。地方希望和滨海摇滚音乐节将这5彩固定的大型活动，和更加侪游客来这佚佗行搭。 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